我哋轉睇下輪奧嘅消息。香港羽毛球代表葉姵延晉身女單嘅半準決賽，佢喺16強反勝法國嘅皮紅艷，將會同中國嘅李雪芮爭入4強。我哋先同喺倫敦貝克街嘅郭子龍傾下。子龍啊，葉姵延對李雪芮勝算有幾高啊？黑妹勝算有幾高呢？真係唔敢講啦。不過外界普遍呢就唱淡㗎。不過或者咁呢，對於葉姵延嚟講呢，或者係一件好事，因為熟知黑妹嘅人呢都知道佢係打一股鬥志嘅。咁啊，既然能夠過到皮紅艷嗰關，或者輕裝上陣，能夠創造奇蹟嘅。葉姵延喺16強克服落後13比21嘅逆境，連追兩局21比12同21比16，晉身倫敦奧運羽毛球女單半準決賽。佢話贏在延續黑妹嘅拼搏精神，亦都係嗰兩個字啦，就係信念咯。諗都冇諗過咯，因為其實嚟嗰陣我嘅目標係希望可以盡自能力打好每一場比賽，而冇話俾嗰個咩如果淨係撈前幾啊咁俾自己，因為我唔想俾太大壓力自己。8強要惡鬥中國嘅李雪芮，領隊陳志才話希望黑妹打出拼勁。當然去到8強咧，就咩事情都可以發生。咁但係如果作為整體實力嚟講咧，佢同李雪芮兩個嘅比較咧，我覺得咧就即係明顯地咧就李雪芮係佔比較大嘅優勢。咁但係黑妹咧就有的是拼勁啦，咁都係嗰句咧就輕裝上陣，希望係創造奇蹟啦。香港乒乓球男單希望江天一喺8強局數1比4輸俾中國嘅張繼科。男子隊教練陳江華話：江天一輸在爭啲自信心仲係唔夠。特別好似對到中國隊呢啲人啊，佢又輸得多啊，咁啊變咗即係嗰種一定要贏翻嗰種信念，好似喺關鍵嗰陣時有啲機會嗰時佢把握嗰種咧，其實都係欠缺自信。咁所以佢亦都有能力嘅，其實佢就發揮唔到，咁呢方面以後仲要加強。陳江華希望港隊喺男團會有一番作為。咁啊，講開羽毛球呢，葉姵延呢喺打16強之前嗰晚呢係瞓得唔係咁好㗎，因為呢賽會喺早一晚編16強嘅賽程嘅時候呢，去到凌晨1點呢先至編得出呢葉姵延係要打朝早嘅9點，咁搞到黑妹呢瞓又唔係，唔瞓又唔係。喺呢個報道呢，暫時告一段落，先將時間交翻俾香港。唔該晒子龍，我哋一齊睇下羽毛球女雙組合中國國家隊頭號種子于洋同埋黃曉理就未盡力比賽而被取消資格，向球迷道歉。